陳主席、各位嘉賓、香港價值觀教育教師協會嘅各位委員、各位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家長、各位同學，大家好，我係嚟自藍田聖保祿中學嘅何心橋。感恩亦都非常之榮幸獲得2026價值觀教育傑出學生獎呢一個獎項。今日大會邀請我分享關於責任感呢個價值觀嘅心得啦。其實以前嘅我係絕對唔係一個有責任感嘅人，成日唔記得帶功課啦，連自己嘅嘢都管唔好。但係隨住我慢慢長大，加入咗唔同嘅團隊，我開始發現到原來我自己亂少少係會影響到身邊嘅人。當我做領袖生，如果我遲到1分鐘，可能令成班領袖生就要喺度等我。我開始意識到所謂責任感其實唔係啲咩大道理，亦都唔係一種束縛，唔係一種壓力，而係當我負責任嘅時候，其實我係話緊俾其他人，亦都係話緊俾自己聽，我重視緊我而家做緊嘅事情。到咗今年，我好榮幸可以成為學校嘅 Head Prefect 總領袖生同埋英文辯論隊隊長。做 Prefect 嘅工作量本身唔少，做 Head 更加要寫 plan 去開 briefing。辯論嗰邊又要成日去比賽，又要去教啲師妹，要負責嘅嘢比好多同學都好多。曾經有好多朋友都問過我，其實你咁忙，要負責咁多嘅事情，你唔辛苦嘅咩？坦白講，辛苦就一定㗎啦。不過呢，當我每一次見到我嘅團隊一齊努力去達到令到一個活動順利去舉行啦，又係或者每次贏一場比賽，嗰種成就感係好難用文字去形容。總之就係好滿足、好開心。正所謂人越大，責任就越大。喺成長嘅過程裏邊，我發現責任其實唔係由要我去做，或者呢一個係我嘅責任去推動，而係當我真心想令一件事做好，嗰一份責任感原來就會係好自然咁流露出嚟，好支持住我喺就算好攰、好唔想做嘅時候，仍然有堅持落去嘅動力。要好多謝俾機會我去嘗試唔同職位令我成長嘅老師，多謝神建立我嘅成長，多謝我嘅屋企人見證住我由一個好混亂、好唔知做咩嘅小朋友成長成為一個有承擔、有責任嘅人。最後恭喜晒所有獲獎嘅同學，你哋都係非常之優秀。我嘅分享就到呢度啦，祝大家有一個好嘅週末，多謝。